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Uncle IT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講下超級電腦 Supercomputer 同量子電腦 Quantum Computer 之間有啲乜嘢唔同。呢兩種電腦都係最尖端嘅科技，但佢嘅運作原理呢係完全唔同嘅。超級電腦就好似一個極速嘅計數機，而量子電腦呢就係利用量子力學嚟解決傳統電腦搞唔掂嘅問題。未開始之前，請大家讚好、訂閱同埋留言啦，咁樣咧可以幫助我咧繼續去創造一啲更加好嘅 videos。致謝奇創世界有限公司啦，幫我呢條片做一個後期製作。首先我哋講下乜嘢係超級電腦。超級電腦咧係用傳統嘅電腦技術製造出嚟嘅，但係佢嘅運算力係超級強大，佢係由數十萬個高性能嘅 CPU 同 GPU 去組成嘅。咁佢哋咧都係同步工作嘅，好似一個超級團隊咁樣，專門處理大量數據同埋極度複雜嘅數學計算。例如咧，天氣預測啦、模擬氣候變化啦，同埋研究新藥嘅分子模擬啊，咁呢啲都係超級電腦嘅強項啦。其中有一台咧比較出名嘅就喺日本嗰度叫做富家庫。佢會唔會可以執行咧442千萬億個指令？英文係442 quadrillion instruction。呢度咧其實有18個位嘅，嗰個速度真係好誇張。好啦，而家講下乜嘢係量子電腦。量子電腦同超級電腦或者我哋而家傳統嘅電腦啦、PC 啊或者 Mac 係完全係唔同嘅。佢哋咧唔係用傳統嘅位元叫 bit 0或者1去到運作，係用量子位元 qubits 去處理嘅。簡單嚟講啦，量子位元可以處於一個0、1或者一個叫做疊加狀態嘅。呢個咧好似個女字咁嘅咧，其實咧係讀個疊字，英文咧就叫做 superposition。好啦，簡單嚟講咧就係同時可以係0同1。呢種嘅特性咧，令量子電腦咧可以做到一啲傳統電腦做唔到嘅計算方程。量子電腦咧喺以下個範疇咧表現係十分之出色嘅，譬如去優化物流啦，破解一啲複雜嘅加密技術啦，例如一種叫做 RSA 嘅加密啦。遲啲咧我哋都會開一集咧講下 encryption 嘅加密技術嘅，同埋一個模擬物理同化學入邊嗰啲量子系統啦。呢啲咧傳統電腦咧或者超級電腦咧都唔係做得咁好嘅。其中比較有代表性嘅量子電腦就係 Google 嘅 Sycamore 量子電腦啦。佢喺2019年咧宣布咧量子霸權，英文叫做 Quantum Supremacy， 成功咧喺200秒內咧解決咗一啲傳統電腦需要1萬年先至解決到嘅問題。哇！呢個真係好誇張，好犀利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將超級電腦同埋量子電腦做一個簡單比較，睇下佢哋有咩分別咧。請睇睇呢個 table 啊。好啦 ，Supercomputer 超級電腦，咁佢咧第一咧就話用傳統嘅位元啦0或者1去運算嘅。Quantum Computer 咧佢就用量子位元啦，頭先講嗰個 qubit 啦0同1超疊狀態去運算。第二咧，超級電腦用大量 processor 同步運作嘅。Quantum Computer 咧就話用量子疊加同量子糾纏嘅原理。下一集咧我會再詳細解釋一下嘅。第三 Supercomputer 咧就係比較擅長處理海量式嘅數據啦，同埋一啲複雜嘅計算啦。Quantum Computer 咧就係擅長處理傳統電腦冇辦法處理嘅特殊問題。好啦，第四咧比較有代表性嘅例子啦，譬如日本嘅富岳電腦啦、富家庫嘅超級電腦啦。如果量子電腦嚟講咧，比較有代表性咧就係 Google 嘅 Sycamore 電腦啦。簡單啲嚟講咧，超級電腦係一部極速嘅傳統電腦，但量子電腦咧就係一部專攻特定問題嘅實驗性工具。暫時嚟講啊，總括嚟講咧，量子電腦係 powerful 過超級電腦好多，而且仲可以解決一啲高深嘅科學問題。但因為量子電腦咧仍然處於早期嘅發展階段啦，所以超級電腦而家仲有優勢嘅。對於呢兩種高科技產品，你哋又會點樣睇呢？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下一集咧，我會再講下佢哋
入邊嘅 architecture。咁超級電腦同埋量子電腦同 AI 有啲咩關係呢？好啦，最後都係沉少少啦，請大家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啊！咁我哋嚟緊仲會有更加多嘅精彩節目，下次見，拜拜。